这病，那病上都无惊。几个月若是收入支出不平衡，就卖走啊！我搞你 morning call，你搞上扎针，吐司夹蛋，蛋5分熟，热拿铁不加糖。看了无看了，哎，真危险嘞！我的面敢有这么恐怖？这几味吼，你甲食落去，念就好。收钱、抓皮，这顶面根本就是黑白写啊！对啊，这吼叫做百会团圆啦。无你看你食了后，你的面就好哦。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？阮姑婆讲真正无伫的，伊是当时无伫的。这你免管嘞，好好继承这栋古厝，安尼就好。你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啊！阿水啊，我唔知我是啥人啊。